如果你没有看到最后，你可能会错过肾脏向你发出的 SOS 信号。我知道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验，早上起床去厕所，低头一看，马桶里的尿液浮着一层细细的泡沫，就像啤酒倒进杯子里那样。你可能想说，没什么啦，每个人都会这样啊，然后冲掉就当没事。但是让我告诉你一个真相，80%的情况下，这些泡泡是你的肾脏在跟你求救的警讯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会有泡泡？那是因为你的尿液里混入了不该出现的蛋白质。正常的肾脏会把营养留在身体里，只把废物排出去。但是当肾脏开始衰弱，它就像一个破掉的滤网，连珍贵的蛋白质都会漏出来。泡沫越多，代表漏得越严重。更可怕的是，肾脏病被称为沉默的杀手，它不会痛，不会发烧，不会让你立刻感觉不舒服。等到你真的觉得不对劲的时候，肾功能可能已经只剩下不到20%了。到那时候，你可能需要靠洗肾机度过余生。你有没有曾经看到泡泡，但是选择忽略它？别急住担心，今天这支影片我会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，如何用3种日常食物来保护你的肾脏，甚至逆转早期的肾功能衰退。这不是什么昂贵的药物或补品，而是你在菜市场、超市就能买到的平凡食材。请让我告诉你，这些食材如何在你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守护住你的生命。订阅与互动呼吁，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，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分享的每一个健康知识。我也很想知道你现在正在哪里收看这支影片，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你来自哪里。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也欢迎留言提问。还有，我想做一个小调查，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用，请在留言区打1；如果你觉得不太有用，请打0，这样能帮助我了解我的分享是不是真的能帮助到大家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正式开始吧。让我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是发生在我诊间的真实案例。病人是一位72岁的女士，名字叫林慧兰，来自台南。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林女士在家里突然昏倒，她的儿子吓坏了，赶紧叫救护车把她送到急诊室。当我看到检验报告的那一刻，我的心凉了一半。林女士的肾丝球过滤率只剩下2%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正常人的肾功能是100%，当你低于15%的时候，就已经算是末期肾衰竭了。而林女士只剩2%。他正站在生死的边缘。我问他的儿子：“妈妈平常有没有什么症状？”儿子说：“有啊，他这几年一直说尿尿有很多泡泡，脚也常常肿胀，皮肤按下去会凹陷，好一阵子才淡回来。但他说这是年纪大了，正常的，叫我们不要大惊小怪。”各位，这就是肾脏病最可怕的地方，它是一个沉默的杀手。肾脏不会喊痛，就算它已经坏掉70%、80%，你可能都还感觉不到什么明显的不舒服。等到你真的感觉不对劲，开始水肿、疲倦、没胃口的时候，肾脏往往已经快要撑不住了。林女士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，呼吸急促。我们立刻安排她住院，开始进行紧急治疗。她的家人围在病床旁边，眼眶都红了。我告诉他们一句话：如果晚来一天，林女士可能就要开始终身洗肾了。那个画面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。林女士的女儿握着妈妈的手，哭着说：“妈，为什么你不早点？说为什么你不早点来检查？”幸好经过积极的治疗和饮食调整，林女士的肾功能慢慢稳定下来。但这是一个非常幸运的案例，大部分的人如果拖到这个程度才发现，可能就回不去了。所以我想问你，
你有没有注意过自己的尿液？你的脚会不会常常水肿？你会不会觉得特别容易累？如果有，请不要像李女士一样，把这些讯号当成年纪大了正常的。这很可能是你的肾脏在对你求救。现在，让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你，你的肾脏到底在做什么。想象一下，你家里有一台净水机，每天它会过滤自来水里的杂质、细菌、重金属，让你喝到前净安全的水。你的肾脏就是你身体里的净水机。每天你的肾脏要过滤大约180公升的血液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差不多是一个浴缸的水量。它会把血液里的毒素、废物、多余的盐分和水分通通过滤出来，变成尿液排出体外。同时，它会把身体需要的营养素、蛋白质、矿物质留在血液里，继续循环使用。这是一个非常精密、非常重要的工作。但是，当你的肾脏开始受损，这个过滤系统就会出问题，就像净水机的滤芯用久了会堵塞、会破损一样，肾脏的过滤膜也会因为发炎、高血压、高血糖而受伤。一旦过滤膜破了洞，原本应该留在身体里的蛋白质就会漏到尿液里，形成泡泡。同时，身体里的毒素排不出去，就会累积在血液里，让你觉得疲倦、恶心、没胃口。多余的水分排不掉，就会让你的脸、脚、手都肿起来。这就是为什么尿液有泡泡是这么重要的警讯。如果家里的净水机坏掉了，你可以换一台新的，但是肾脏不行。你这辈子只有2颗肾脏，如果它们坏了，你要么洗肾，要么换肾。洗肾是一辈子的事，换肾更是可遇不可求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从现在开始，好好保护你的肾脏，减轻它的负担，让它可以健康的陪伴你一辈子。接下来我要告诉你3种食物，它们能够帮助你的肾脏减少发炎、修复损伤、维持正常的功能。这不是神话，而是有科学根据的饮食方法。第一种食物是橄榄油。很多人以为橄榄油只是用来做西式料理的，其实它是耗油脂之王，对肾脏有非常强大的保护作用。橄榄油里面含有一种叫做油酸 oleic acid 的成分，还有丰富的多酚类化合物 polyphenol， 这2种东西加在一起就是天然的消炎剂。让我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你的肾脏里面有无数条细小的血管，就像相机镜头一样精密。如果这些血管发炎了，就像镜头上沾了一层灰尘，拍出来的照片就会模糊不清。肾脏的血管一旦发炎，过滤功能就会下降，毒素就排不前进。橄榄油的作用就是帮你把这层灰尘清理掉，让血管保持前进畅通。研究显示，长期使用橄榄油的人，肾脏发炎的指标会明显下降，肾功能也比较稳定。特别是对于有高血压、糖尿病这些慢性病的人来说，橄榄油更是不可或缺的保护伞。那么要怎么吃呢？很简单，每天1到2汤匙就够了。你可以用橄榄油来拌沙拉，或者淋在煮好的蔬菜上面。记住，橄榄油最好是冷食，不要拿来高温油炸，因为高温会破坏它的营养成分。买橄榄油的时候，请选择初榨冷压 extra virgin 的，而且要选深色玻璃瓶装的。塑胶瓶或透明瓶会让橄榄油接触到光线，营养素会流失。还有一点要提醒你，橄榄油虽然好，但它毕竟是油脂，热量不低。如果你吃太多，体重会增加，反而对肾脏造成负担。所以适量就好，不要过量。每天1匙保护肾脏的秘密武器，就是这么简单。你不需要花大钱买保健食品，
只要在饮食里加入好的油脂，肾脏自然会感谢你。第二种食物是青花菜，很多人小时候不喜欢吃青花菜，觉得它有一股怪味道，但是如果你知道它对肾脏有多好，你一定会爱上它。青花菜里面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成分，叫做萝卜硫素 sulforaphane， 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剂，它的能力就像一支清洁队，专门在你的身体里打扫有毒的垃圾。什么垃圾呢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自由基。自由基是身体代谢产生的废物，它会攻击你的细胞，让细胞受伤、老化，肾脏的细胞也不例外。如果自由基太多，肾脏的过滤功能就会慢慢退化。萝卜硫素的工作就是把这些自由基清理掉，保护肾脏细胞不受伤害。研究发现，经常吃青花菜的人，肾脏的发炎指标会下降，肾功能也比较稳定。特别是对于有糖尿病、肾病变的患者，青花菜更是非常好的食物。那么怎么吃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呢？这个里有一个小秘诀，把青花菜切小块之后，不要马上煮，先放在桌上10分钟，让它接触空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萝卜硫素需要一种酵素来启动，而这种酵素在空气中会变得更活跃。然后用蒸的方式料理，蒸2到3分钟就好。不要煮太久，因为高温会破坏萝卜硫素。你可以把蒸好的青花菜淋上橄榄油，再撒一点海盐，就是一道非常健康又美味的菜。如果你想要更丰富一点，可以加一些压碎的豆腐，拌成温沙拉。但是有一点要特别注意，如果你已经是严重的肾脏病患者，就要小心青花菜的摄取量。因为青花菜含有比较高的钾离子，肾功能不好的人如果吃太多，钾离子会排不出去，累积在体内，造成心律不整。所以，如果你的肾功能已经低于30%，请先问过医师或营养师，确认你可以吃多少。对于肾功能正常或轻度受损的人来说，青花菜是非常好的食物，每天吃1小碗。你的肾脏会感谢你。第3种食物是大蒜，没错，就是那个你在厨房里每天都会用到的大蒜。大蒜里面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成分，叫做蒜素 allicin。这个总成分有3个强大的功能，帮助血管扩张、降低血压、稳定血糖。为什么这对肾脏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在台湾70%的肾脏病患者是因为糖尿病和高血压引起的。高血压会让肾脏的血管承受过大的压力，慢慢受损。高血糖会让肾脏的过滤膜变厚、变硬，最后失去功能。大蒜的蒜素就像一个调节器，帮你把血压和血糖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，减少肾脏的负担。有一句话说得好，一瓣小蒜头救了一颗大肾脏。那么怎么吃大蒜才最有效呢？首先，大蒜要切碎或压碎，然后放5到10分钟，让蒜素释放出来。如果你能接受的话，生吃是最好的，因为蒜素怕热，煮过之后效果会减弱。你可以把大蒜切末加在沙拉里，或者拌在蒸好的蔬菜里。如果你真的受不了生大蒜的辣味，那就在料理快起锅的时候再加入，稍微拌一下就好，不要煮太久。但是有几点要注意。第一，不要吃太多。大蒜虽然好，但吃太多会刺激肠胃，有些人会胃痛或拉肚子，一天1到2瓣就够了。第二，不要把大蒜泡在酱油里。很多人喜欢吃酱油蒜，但酱油含有非常高的钠会，让血压升高，反而伤害肾脏。如果你真的想要增加味道，可以用一点点的橄榄油和柠檬汁来调味。记住，吃对大蒜，少一台洗肾机。
这3种食物，橄榄油、青花菜、大蒜，都是你在菜市场就能买到的平凡食材，但它们对肾脏的保护力量是非常强大的。从今天开始，把它们加入你的饮食里吧。现在，我想请你跟我一起做一个6项自我检查。这6个指兆是肾脏在求救的无声警讯。如果你有其中2个或以上，请务必尽快去医院检查你的肾功能。第一个，尿液有泡泡，这是最明显的指兆。如果你的尿液像啤酒一样有很多泡泡，而且泡泡10几分钟都不会消失，那很可能是蛋白尿，这代表你的肾脏过滤膜已经受损了。第二个，脸部水肿、脚肿，特别是早上起床的时候，你的眼皮肿肿的，或者晚上脱袜子的时候，袜子的痕迹在脚上好久才消失，这是因为肾脏排水的功能变差，水分累积在身体里。第3个，长期疲劳。如果你每天睡得很饱，但还是觉得累，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力气，这可能是肾脏排毒功能下降，毒素累积在血液里造成的。第4个，你有高血压或糖尿病。这2种慢性病是肾脏的头号杀手。如果你有这些疾病，你的肾脏风险比一般人高出好几倍。第5个，长期使用止痛药。很多人头痛、经痛、关节痛就吃止痛药，一吃就是好几年。但止痛药对肾脏的伤害非常大，长期使用会让肾功能慢慢衰退。第6个，你的饮食很咸，喜欢吃腌制食物。如果你每天吃很咸，喜欢吃泡菜、咸鱼、腊肉或者煮菜，都要加很多盐、酱油，那你的肾脏正在承受巨大的负担高。钠饮食会让血压升高，加速肾脏的损伤。现在，请你诚实地数一数，你有几个？如果你有2个或以上，我强烈建议你去医院做一个完整的肾功能检查。这个检查很简单，只需要抽血和验尿。血液检查会看你的肌酸甘奎泰乃数值，这是判断肾功能最重要的指标。尿液检查会看有酶有尿蛋白，这是肾脏受损最早出现的指兆。很多人会说，我没有不舒服干嘛去检查？请记住，肾脏病不会痛，等到你感觉不舒服的时候，通常已经太晚了。如果你超过40岁，或者你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家族史，请每年至少检查1次肾功能，这是对自己最基本的负责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现在花1个小时去医院检查，发现问题，并且开始改善，你可以避免未来每周3次、每次4小时的洗肾生活。这个选择是值得的。从今天开始，请采取行动，不要再拖延，不要再忽视你的身体给你的讯号。你的肾脏正在等待你的关注和保护。好，让我们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重点：3种救肾食物，橄榄油、青花菜、大蒜，把它们加入你的日常饮食，持续3个月，你的肾脏会慢慢恢复健康。5个护肾好习惯：第1，少吃盐，每天的钠摄取量不要超过6公克，大概是1茶匙的量。第2，不要乱吃止痛药，如果真的需要吃，请先问过医师。第3，适量摄取蛋白质，不要吃太多肉，也不要完全不吃，一天1个手掌大小的分量就够了。第4，不要抽烟，抽烟会让肾脏的血管硬化，加速功能衰退。第5，多喝水，每天至少喝2000毫升的水，帮助肾脏排毒。你的肾脏就像一个忠诚的朋友，他默默地为你工作，从来不抱怨，从来不喊累，就算受伤了，他也会咬牙撑住，直到再也撑不下去的那一天。所以，请善待你的肾脏，它陪伴你一生，你也要用一生来保护它。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分享给你爱的人，因为健康是你能送给家人最珍贵的礼物。
如果你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面留言，我会尽力回答。我是张忠清医师，我们下次再见。记住，爱你的肾，从今天开始，